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1月17日，解套路或心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2章8到9节。RPG 我们要祷告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45章22节。全世界的人哪，你们归向我就得救，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的。解字在2023年会是面对解套、解释或解决问题的一年吗？也正代表着人们在面对疫情后解封的新时代来临挑战，不断要找出新的出路中，我们的天父关心的是我们的心路。有一个这样子发生在修道院的事，是一位聪颖的修女，她被选为要外派去讲道传福音的培育人选之一。经过训练之后她精通奥秘的圣经知识以及各国的语言，但一直被告知孩子还不行，孩子还不行。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才行呢？这个修女其实她心中也有很多的疑问，于是老院长看着她说，你看看外面花园，你去花园里工作吧。于是他放下书本，从凌晨工作到黄昏，领受冬天让人家寒冷的天气跟夏天很酷热的这种天气。他捡拾石头和把这个杂草，细心整理葡萄园的每一棵植物。他学习等待种子长成，知道如何辨别每一棵树的树叶、树的枝，来辨别什么时候是修剪的时间。哇，他又多了一个读书以外的知识。但这样够不够呢？你说的对，你猜的对，孩子还不行，孩子还不行。于是院长他又指着说，外面你看看那些农户，你听听看他们都说些什么。当他进入到人群中，他听到了很多抱怨的声音农户们抱怨可能天气不好抱怨可能人手不够，身体不硬朗，甚至还听到暴动的声音，因为他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这么多事情以后，院长还是那句话，孩子还不行，孩子还不行。这时候呢，院长就说，你去祷告吧。于是这位聪颖的修女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边关起来，开始面对神来祷告。经过1天2天一段的时间，院长还是没有告诉他，你可以出去传福音了。但却有一件事发生，就是那时候传染病开始了。这一位克拉拉修女被派去照料那些病患，她有很多的夜晚都熬夜没有办法睡，因为她照料病人，也痛苦的为埋葬那些去世的人而哭泣。终于疫情结束，她也疲惫悲伤病倒。那村庄里有很多人担负起他的责任，他变成
一个别人的重担，他学习软弱跟谦卑，让自己能够被爱，然后重新那悲伤的心重新被安慰，重新平静下来。这时院长修道女儿的院长就叫来看他，然后对这是克拉拉修女说，时候到了，我的孩子，现在去传福音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生命，一个脆弱的生命，向自己的生命低头的生命，竟然才是神要用的。难怪米勒这一位作家，美国的作家亨利·米勒他说，如果神不是爱，他就不值得存在。这位爱我们的神，让我们经过大时代的考验，让人可能变得脆弱，颠覆我们很多的想法。我想这个疫情也教我们许多事。当我们展现脆弱，变得更柔软，真的神才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做工。因为硬的土是没办法让神的灵、神的气吹进去，我们必须是柔软的。今天的经文只有2节。当王的新命令下来，许多的漂亮的女孩子被带到树上，以斯帖也被带进王宫，交给管宫院的太监西该。西该很喜欢她，待她特别好，立刻供给她化妆用品和特殊的食物，又从宫里选出7个宫女来侍候她，并且给她后宫里最好的房间。只有2节，我们却有很多的疑问，是吗？以斯帖被谁送入宫的啊？那个人为何要这么做呢？虽然经文里面没有说明，但很有可能的假设是被末底改送入宫。而末底改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以斯帖被送入宫，其实就像我们昨天所读的第6节说，即使被掳都是被动的，其实说明了犹大人在波斯的统治之下，许多事都身不由己，若不顺从命令，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呢。那么我们看到短短这几节，我们看到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下，虽然犹大人都妥协了，但我们知道吗？在这都妥协了里面，其实他们是在信仰上也妥协，因为在律法上是禁止犹太人嫁外邦的，在申命记7章3节有这样记载。那么我们就会想，以斯帖跟末底改是否在信仰上也妥协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读的以斯拉记载，甚至有一些首领跟官长自己和儿子也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只有少数被掳的犹大人仍然坚持信仰比如说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为了持守律法，立志不吃王的膳食，他们为了信仰宁可死在火窟或狮子口中。但我想以斯帖的这个作者，他没有告诉我们以斯帖跟末底改他们有选择吗？他们有选择坚持自己信仰吗？但是我们如果从末底改告诉以斯帖要隐藏自己的身份的事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以斯帖跟末底改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软弱的。
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在，他仍然爱我们。特别神恩待他，从这2节经文就知道，他被送进去宫里面，有太监膝盖喜欢他，恩待他。在经文里说立刻供给他，虽然给他的这些都是原来规定的，但竟然用立刻，就是迫不及待，对他特别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或许有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低头，我们又真的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怎么会选择走到今天这条路？其实神都知道，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神绝对有帮我们解套路，更重要是他解我们心路，他懂我们的，他会来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被他使用。好吧，我们来默想坚强的脆弱怎么在上帝手中成为解套的器皿呢？我愿意变成脆弱，向我自己的生命低头，让神来使用我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有许多的状况，有许多的大时代的结构，我们或许在那个夹缝中，我们妥协了我们的信仰。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有很多或许是病痛，或许是我们想不到的情况。主啊，我们真的撇去我们的脸，我们低下我们的头，我们一直忘记我们要抬头仰望你。谢谢你今天再次透过以斯帖他们在大环境之下，主你为他们解心路，因为主世人不懂，但你懂，你要用那愿意被你使用的。主，我们愿意，当我们走不下去时，我们就抬头仰望你，我们就知道主你必要带领我们解套，你解我们心路，带领我们有一条出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抬头仰望神，我们会发现圣灵要带领我们走出那一条又新又活又有创意的路哦。我们明天见。